Google 又出新招，最新嘅 Code Wiki 一推出就引爆工程圈，因為佢正式帶大家走入動態文檔年代。最大賣點超簡單，文檔會自動跟住代碼更新，你一 commit readme 架構說明，技術細節即刻全部重生，唔使再擔心舊文檔呃人，佢仲會自動幫你生架構圖、類圖、序列圖，同現時代碼保持一致，兼支援私有 repo。用落更穩陣，而即將登場嘅 Gemini CLI 擴展，就係將呢一套功能搬入企業內部，等公司私人倉都玩到自動化文檔，完全唔使手做。雖然定價同大型倉支援仲未講清楚，但行內一致話 Code Wiki 可以減低工程師理解成本，交付速度大升級，好大機會變成未來開發嘅標準配套。